所以关心国内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因为逼出有外援，10月20日透过面册宣布要退选。本正高雄立委百姓都是民进党要提起，赵天麟退选了后是啥人要来接？公市长陈其迈表示尊重赵天麟退选的决定，也因为选举要到，会找经营在地少年世代的政治人物。原定早起受访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一直到下晡2点半才出现。对国民党质疑伊婚外情、恐惊牵涉国安事件，伊也对方卖转移话题。伊讲处理唔对退选来表示负责，愿意接受调查来检视，也欢迎请国民党立委比较办理。不管是从党的态度、党的调查、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的调查、国安调查，我都非常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也很愿意约马文君委员一起，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这么做？赵天麟表示，婚外情了退选，和民进党高雄立委的选情搁再增加变化。原本民进党立委八席想要全部拢调，老世峰已经讲问题退选，换共选区议员李碧嘉参选，选情不到3个月，第6选区一个认真来换将。我们深耕的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个政治人物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来做讨论，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市长陈其迈尊重决定，会甲中央党部讨论，对着亲力经营少年世代政治人物来做评估。天麟委员有难，我勇于承担，义无反顾。尊重党的决定，我也会尊重永联会内部的建议，然后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都准备好了。看党中央的安排，然后我们作为党员，一定都是会一起努力。高雄市选委会讲，即要伫9月13进前，设置高雄大半4个月拢会使参选立委。新生代共党议员像是黄文嘉、郭建明、黄捷拢被点名，是毋是参选态度拢真开放。严过局系简焕宗、加资深议员李教儒直接表示不选。八做过议员的观光局长高敏林加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被点名。地方也希望党中央尽早提出遴选，化解选民的着急。不管是协调征召也好，那尽快的让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可以进入一个备战的状态。赵天麟虽然退选了，但是他涉及到有没有违反国安法，有没有泄密之嫌，我想相关单位都必须要启动调查。基层爱中央赶紧来决定遴选，要拼揪掉这一色。共选区竞争对手陈美雅是爱相关单位查清楚是毋是不法。赵天麟就算是退选，造成的政治效益也是无度来平息。记者综合报道。